爸爸每一次都陪你来哦。对啊。你长得多像啊！很像哎。不高兴，我眼睛比他大。他突然不高兴也大声，没有，我眼睛比他大。哦，眼睛比他大。冲山高都要还有像新山高嘛？摸，这样有点臭屁哦。摸新山高嘛，都会副都要啊，你知道吗？三姑娘啊，冲啊，心路开哟，穿我的心上，老热大擂台，老热向下来。哎，用冲有冲的啦。哎，咩摩擦？李秋霞老师附身的。嘿呀，转晕一下。哎呦，你按吹歌啊，你看，对吧？嘿呀，这样这个我们服装师制作单位就是这样。对啊，服装师已经绞尽脑汁哇，就帮你要想要找衣服，结果他还帮我一个内有恶女。对啊，这个衣服你看破到这样还在穿。对，这个衣服不要怪，因为我刚不小心把它扣起来，然后坐下去，他就破了。没有啦，不能居然有那个时尚啊。不过比我的好了，我的还附件装。你是附件装，有像手骨折那个。早日康复，谢谢。早日康复啊，罗哥。好了，呀，今日较紧张哦。系啊，今日我建议6强比赛。6强嘅天水哦。所以有7位的参赛朋友，有1位下，哎呦，林素妍你还在啊？哎，佢上禮拜唔係衝幾條，衝唔記得歌詞係樣辦咧？冇啊，佢要留下來啊。你歌嘅冇準。哎，我記得問你啊。哎，係啊。係啊。好啦，你家小聊聊天來介紹一下我們評審老師，來介紹，好，介紹來。7位欣賞，7位欣賞，總位欣賞。有 selfie 欣賞。对，哎，刚刚周老师，你刚刚想要说什么？给接下来讲规则，好吗？好，其实规则我也觉得有点脱裤子放屁。我也觉得，但是你知道，我要给一些来参加的人，或者是有一些被淘汰的人知道他为什么被淘汰啊？好，这样对吧？对，好。好，可是，因为你在礼拜编6强赛，6强赛下来出6强的积分赛，就变成我们要选出这一季的冠军、季军、还有什么亚军。那不过你在礼拜他贴片的迄个那种双场礼拜分数加起来哦，古所讲，强用你的看人严准啦、节拍啦，还有咬丝，重要嘛个人感情。感情当中，像上禮拜嘅林冠權，你乜嘅雙神啊！真勁咧，我就看佢哋禮拜有很厲害嘛。不要給他壓力，不要給他。搞不好他更厲害。對啊，他每一次都有很好的表現。係啦，仲要係用你心情弄太個不用輕鬆，不用強鬆。啲比賽時節，認真的比賽，加油哈！加油！好，謝謝，好，準備好了哈，好，好嘞，加油哈，好嘞，加油，好，來。TV，一品生帶來 Superman。哎呦，又是這位老師的歌呢。你出現了有一天，我愛你嘅心比做無影要加一點，我對唔過，也就唔言，就叫你行得比愛較挑戰。夜夜夜夜有一年，我愛你嘅心比去年要加一點，我對唔過，也就唔言，就等你吩咐，我一定行得挑戰。我愛做你嘅 Superman， 係你心中嘅太陽神。雖然也我目前有路線，沒想愛帶你對在你嘅身邊，陪你上場嘅一天天。
出日落有一天，甲爱你的心比做无眠又加一点。若对过也从言，就惊你行在边外较挑战。越演越气有理念，若爱你的心比求念又加一点。若对过也从言，就等你吩咐，我一定行到挑战。我要做你的 Superman， 黑你心中的太阳神。虽然掠下我目前有路线，就想要当你陪在你的身边。我要做你的 Superman， 黑你心中的太阳神。虽然人歹的事情无得先，我想要当你陪在你的身边，陪出眼里的一片天，做你永远的 Superman。哦你好。哎呦，今天冇空样啊！嘿啊，因为他平常都带来那种较抒情的歌曲，有吗？嘿啊，今天冇空样来，要不要为了拼6强。拿出无双解释，就是问题就是要拼6强才要稳稳的唱啊！万一你今天这种中快板，就突然间就没有6强，有可能啊，对不对？就要你如果像这种东西，你要表现，你要玩音乐的话，就是玩歌曲的话，要进6强以后，反正有好几次，你要随便玩都没关系，那只是分数的落差嘛。要进6强呢？没关系啊，因为我觉得斌生老师有说，就是要挑战自己。挑战自己。老师说要看到那个改变不一样的地方。哦，我已经给某朋友。对，我想说，哎，好像都唱类似的歌曲，这样是不是好像都没有变一样？他自己也觉得反正没差，我唱什么歌都好听啊。对啦，是不是这样？是这样，是这样就对了啦，是啦。好啦，唱多真的还蛮有味道的。我看那个哲伟老师哦，也跟着那边摇摆，真的哈。爽哦！你的歌真的也是哦，这些歌都是排名演唱的，这是沈蒙太感，谢谢大家爱唱嘛。但是就是很有诚意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一直动吗？因为他刚刚在彩排的时候，我们就很担心说他怎么彩排都不动啊，唱这个歌他都没有动哎，那你怎么把那个律动感唱进去嘞？就有一些人是舞台型的，对，他要正式对，所以他正式来的时候呢，有比彩排好，可是因为。我们3个4个都动得比他还大，你知道，我们就已经觉得小康老师的音乐应该要让你这个歌，他其实有做到，他就是有诚意了，但是没有做好。讲到这样，你有多会？我你来唱一下。后来啊，那你唱啊。来，好，来。你要出来外面就是没有掌声，我怎么出来啊？真是的。副歌。做你的 Superman， 黑你心中的太阳神。虽然也还目前有路线，没想要当你陪在你的身边。来做你的 Superman， 黑你心中的太阳神。虽然人摆的事情无得选，没想要当你陪在你的身边，做你永远的 Superman， 嘿，你永远的 Superman。继续。没有，我的意思是说，你有赏识，你要唱到让旁边人会觉得说，不管好不好听，他就好像动一下嘛。跟着想一起跳。对，就你刚刚的声音有，可是我们旁边老师都动得比你还大，你还在做你的，就不够，都在这个狭窄的范围里面。对，譬如说你可以直的，你可以横的，我刚才刻意做横的，做直的，做斜的。你不要难为黄玉祥啊！不要这样，我忘记了，看不到你。不好意思。对，看得到。老师，你不要这样。慧茹老师上个礼拜还说他的眼光，他有发光，他都看到。他上个礼拜讲，对啊，我心想说我都没看到，你看到了。
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坏了没有没有，哎，谢谢小康老师，谢谢小康老师，不好意思，下次可以再高一点，没关系。太保守了今天。就是因为没有准备，所以降低一点呢。哦，人好好哦，真的。哎，所以奖评完了。奖评完了是吧？没有，还蛮公开了。还蛮公开了。还可以了啦，因为我就觉得他就是因为我觉得是拍子的问题，他其他 vocal 也没有太大问题，因为而且我觉得他加了一些他自己的口语，自己的口气，那个口气我觉得很好，而且他的声音很奇怪，他有那种很维系的那个 vibration 哈。对，他你会扭动你，你知道，就是会烧到你的痒处这样子，所以我觉得他那个拍子的部分再加强一下，特别是这样快歌，因为我也是第一次听他唱快歌，你要记得把那个唱抒情歌的感觉拿掉。不用太拖，我觉得很好的，谢谢你。好，谢谢老师。好，看分数。好，叶炳先加分数。谢谢。还不错的。对你这分数你满意吗？可以啊，应该保住6强没问题啊哈。对。对。好了，谢谢。好了，谢谢。好来，回座谢谢。什么？好了，下一位，哇，这个歌也是唱将。哎呀，陈凯水带来法呀。我等了。伊无的答应，风插上，你不盼的给莫散，爱多了还记得，你点点做的，不讲伊激发，不管伊跳浪，不管风雨台，你总会袂伫。奈的奈呀，因果发因浓，你含恨做的汹涌的所在。已经无影，古人伊全都摇摆呀，因我发因面浓，你含恨做的。汹涌的所在，不过爱已经无影，古老伊全都跳摆。哎呦，是，哎呦，这，刚刚那个气氛嗨的这样，被你这一首歌又荡掉了。看下这个，好听。哦，好法压啦。法压嘿啊，这首歌哦，世慧老师的歌，这首歌好像有点故事嘛，哈。对，它是一个电影的故事。哦，天样。对，电影就是那个忠犬小八的故事。忠犬小八。对，它是一只秋田犬。理查吉尔演的。对，它就是简单来说就是，它辗转之后就遇到了一个主人，好，然后很忠心，那每天都会，因为主人都坐火车上下班，可是他每天都会去等他，下班在火车站等他，对，但是到最后有一天，他主人去上班之后就没有回来，因为心脏病发，所以没有回来。哦，对，然后他就还是在那边等，一直等了9年。9年。哎呦，很感动。最后才过世。哦，这首歌是你写的？
不是，这那你首歌要不然你怎么知道是老故事？师写的？因为我有请教过施伟老师。有问过原创者的有那个。那我们请原创来说一下，嘿，词汇你讲看亚叔国外，是我有一天就看了电视，然后就真的就看了忠犬小八的故事。哦，其实我刚他跟当时看一样，电视就可以创造出一首歌。我有2、3首歌都是看电影。哦你像港歌呀，那我知道这位老师有一天就内裤穿到外面，我就想到就变成 Superman 了，是不是？对，还有就是不小心在打电话，在电话亭打电话，突然飞上去，裤子掉下来，不是眼镜掉了吗？好啊，继续。好棒哦！因為亞叔嗰啲當時就係講有鋪天樣嘅關係，其實對大家感通動到。雖然講嗰次嘛冇下一道來表現也昨天也鋪天樣，唔過呢，就係講亞叔嗰會從而發動到心思去架構你的聲音，原因是因為你又不能太放。所以在聲音的處理，你甚至要每一次都要聽到你每一個字咬出來，甚至唱出來的音色，你憑你的耳朵就要去辨別我唱的聲音是不是我要的。但是最重點還是，咱會做你強勇的所在，可能一個技巧就好了，可是你又突然又轉了下來，就變成是你假音沒有帶好，就又帶了那個假音，就轉音，就變成是讓這個滑潤度會變得沒有辦法那麼的順利。可能在情緒上面有，但是就是在技巧上面你沒有帶得太順，就影響了整個架構了，比較可惜一點。OK。可惜的意思就是分数。可惜的意思是，那邊唔掂。可以啊，可以啊，看。真可以，所以個分數。真的可惜了哈，上禮拜按5分，講一禮拜呢，冇到90分呢，還沒90分。不過還要跟上禮拜平均呢。平均起來還可以，還不錯，還可以啊，好，很怕，好嘞，也可以哈。好，謝謝。先回做消息，按着先哈。好了，撒下來呢？撒下來，哎呦，原唱在這裡。哎呦，林素妍太冷，誰會按獎？哎呀，按獎。誰會按獎？誰會按獎？這首歌也是你學的新歌之一嗎？羅帥哥在唱的時候，還是我是我在那唱，我哼哼唱唱的。我還以為他要講說羅帥哥你在唱的時候，那時候還很小。愛看咱你個朋友健康的啊。爸爸每一次都陪你來哦。對啊。爸爸好。你長得多像啊！很像哎，不高興。我眼睛比他大。他突然不高興也嘎真，沒有，我眼睛比他大。哦，眼睛比他大。誰沒有按獎？誰沒有按獎？手唱個一枝花，拍拍個牙齒，縫縫個針線，木竹馬尾講法。誰沒有按獎？誰沒有按獎？成功個沒有辦法，標準個身材，甜蜜個笑容，色彩也定印象。風花如果入來炸，誰沒有按獎愛馬殺？愛上到斯文又後生，愛愛唔會差。風花如果入來炸，誰沒有按獎愛馬殺？愛上到斯文又後生，愛愛唔會差。謝謝。哎呦。
哎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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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呦，哎，素妈姐好，素。两位主持人好。你好，这首歌也是你学的新歌之一吗？不是，哎不是啊，啊，铁白子弹过哎。对啊，给条歌暗讽。罗帅哥在唱的时候，还是或许是有我在那唱，我哼哼唱唱的。我还以为他要讲说罗帅哥你在唱的时候，那时候还很小。那是我，啊，所以以前只有彈歌嘅，就哦，不是寫新的啦。咁下唔唱嘅人係學落位啊，哎啊，不能，那用中就有唱。係啲啊，學落位成唱啊。這樣子還是卡塞的時候 ，tape 的時候。哦， A 面第一首《誰沒暗講》是台語版本，哦 B 面第一首《誰沒暗講》是客語版本。哦，卡帶啊，卡帶。對。講到卡帶，大家都什麼東西啊？對啊。全部人都黑人問號。我媽有買啊。人家有買過啊。有買過啊。卡帶啊，誰沒暗講嘅卡帶啊？係啊。我看到佢有冇想到優雅呢？優雅。優雅。啊，就是側面有點感覺哈。然後優雅老師，我們應該在不敢承認。這個莊慧茹老師應該有合作過。有哦，是只能回味。对啊，有合作过。時光一是永不回。對，永不回，萬事只能回味。憶童年時竹馬青梅，兩小無猜日夜相隨。春風呀，吹紅了花蕊，你今夜添了心碎，你就要變心，像時光難倒回，我只有在夢裡相依偎。这首都会唱是怎么的？這首歌我跟你講，我們觀眾朋友他們聽到會覺得好親切中醫哦。堂兩條真的，我們的觀眾群聽到這首歌一定很興奮，對啊。對啊，趕快去翻優雅的卡帶出來。泄露了。不會早就泄露了。我們都會唱的，有什麼關係？整首連間奏、尾奏都會的。對啊，你不用泄露，你看就知道了。我手臂陪君子呢，蘇艷姐。好了好了，哎，老師講別，老師講別。總體欣賞。是真的，我剛剛都快要想要唱和聲了，真的很棒。職業病都出來了。對，素妍姐，我覺得這首歌你唱得非常的甜美。其實我這樣帶着聽的時候，你前面的 Say My 安江，我覺得我都跟着你有笑容。金波尼，我覺得我要給你加分的一個地方是，我第一次終於看到你唱歌是笑着唱。哦，那我覺得你整個那個歌曲的流暢度哦，一吼。還不錯，對，我覺得整個都，我覺得你一直唱歌都是非常的穩定，但是有一個地方我想要給你一點建議哈，就是風花有給葉來扎，這個地方你可以風花有給葉來扎，一直往前衝，這個地方的味道要稍微調整一下，整首歌會更好。好，謝謝老師。原唱者、原和音者呢，他在跟你提點，哎，原唱原和音，這種你看這多有緣分啊！我的天，這種緣分能夠安排在一起，真的是老天哈，感謝老天。然後我有一件事一直想要跟素妍姐說，因為我都沒有評到她嘛。其實素妍姐跟我講，你真嘅想要當獎，專業看播出。你知道你最大的缺點在哪裡嗎？除了
就是刚刚老师讲，就是你没有自信，你其实很漂亮，你唱歌很好听，你声音这么好，你看你已经比到要6强，你手还在抖，然后你唱歌的时候，你知道哪里看出你最没有自信，就是你的眼神，但是你的眼睛是最漂亮的，所以你那这个拿出一滴脸，几个痴心，胸部挺起来，对，这样好了。这是我一点点小小的建议，好吗？加油！谢谢老师，谢谢。哎，粉丝看嘛，蛤蟆，蛤蟆来看一下粉丝来。领书也叫粉书。好。还行哦。恭喜你啊！系啊，新梦先生，以後杜創地位拿書嘅嚇，幸福嘅莫唱嘅，係啊，幸福嘅唱，講忘詞。對啊，你這個都冇自信嘅啊，你這勁多多排泄係啊，好嘛哈，好，加油加油啊，還會再下去。謝謝。好嘞，撒下來，旅遊其他類吳彥發。哇，又是這個一個大師的這個大作啊，來。對。唱得好哎，嘿啊，好好听哦，荡气回肠。哎，后堂有吗？还好吗？啊，又太投入了呀。嘿啊，对啊，没想到嘛，给你啊，没有，脑筋一片空白。脑筋一片空白。对，没有，其实是很投入，但是那个画面太多了，就是对啊。画面那个画面太多哦，就是想象的画面太多了。想到的事情太多对，了。想到那个一幕一幕的画面太多。你不要想到我们蛤蟆老师就。古人说的那一句话，真的就是印证在你身上，就是人不可貌相。唔係，可能長言無貌啊。哦，哎，老師。
也轮到小琪先生，那个佑琪哈，其实你的基本功哈就懂后啦，就通过松一新民6个时间哈有很大的压力了哈。我们本来想说高音的哈，谁给心房可能你会破音，结果没有破音，那基本上就是表示你平常时人家功力基本的架构的功力是不错的，因为我在网络上面看到你常常在表演，是用啥的和声嘛，一冲嘛。你现在所有的唱歌技巧跟方式是和声的唱法，在这个用和声的唱法跟主角这个展现的方式，可能要做调整。如果没有调整过来的话，可能和声的唱法对黑尾比赛或者在外面的表演或者比赛会压力很大。好，那这边也希望你能继续加油，哎，好不好？加油加油，是吧？先生，佑琪，我想要补充一下，就是说，佑琪其实你可以教凯瑞讲客语，我相信你的客语很好。可是在这里，我不知道为什么，我总觉得你在尾音字的部分处理太快。好，譬如讲係點點頭風中吹來輕鬆，鬆這個字，你一下把它咬死，就變成 on 的音，輕鬆就剩下 on， 一場夢又剩下 on， 所以還有심판在通又剩下 on， 所以你一下處理太快，我會希望你尾音的部分給我處理再慢一點，讓它有一個圓弧形，因為唔係講客發聽，還要注意到旋律線條。OK， 我注意下 Ken 師，好，阿子昇，好，来看这一首这个大师的作品，你就会拿到一可以拿到多少分呢？有尤其嘅分數。救生衣分，但是你从礼拜88分，所以还是有点危险的哈。嘿啦，等下看看啦。等下看了哈，要不然有记下啥哈？我总懂叫。好啦，先回座休息啊。可以哈，也可以哈。好，撒哈来哇，这个。撒哈来呢是千里会哈，宋家珍带来培养。哇，佢总一天懂我堂。好他。ngày có nên đi cái bơi à kinh hàng đi
记得也徛，全无结论。哎，好，卡成哈。哦，哎，你现在小孩几岁了？ 15，我没有小孩啦，我15。哎，这陌生语呢，可以诠释这首歌，诠释的这么地道哈。嘿啊，厉害呢，真厉害。你是用什么方式？有用心去感受。就自己想象，如果我以后当妈妈，然后看着自己小孩，就是有自己的梦想，然后朝自己的梦想前进，然后就是心里是怎么讲，就是有开心，可是也有舍不得的感觉，对，就自己想象。这好厉害，好厉害，好厉害。对啊，老师每一次讲的，你好像都会把它吸收进去。对啊，都会在更正这样子，一直进步。对啊，一直进步，挺厉害。其实他刚唱这首歌，还冲击爸爸的心上了。哦，哎呀，你爸爸可能唔给感觉了，嘿啊。对。对啊，爸爸每一次都陪你来哦。对啊。他不管你参加任何比赛，他都从头到尾都陪着吗？对。对。哦，爸爸好。你看长得多像啊！很像哎。哎，不高兴。我眼睛比他大。他突然不高兴也嘎子。没有，我眼睛比他大。哦，眼睛比他大。好好好。所以人家说哇，你长得好像爸爸，你一定很不开心的。我懂。你懂？你也是的。我也是。啊，你爸就长这样啊？我爸都说，对我爸都说。他都说谁那么倒霉，跟我长得很像。但是我跟我爸长得很像，大家都这么说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他都说他长得很帅，是这样吗？对啊，通常应该是老大，大家说老大比较像。有福气啊，长这样有福气，有福相啊。嘿啊，福相以后嘛哈。嘿啦嘿啦。好，来比。七招比欣赏。哦，嘉诚你好，我其实刚刚也很享受你在舞台上唱那首歌曲，你听得懂我讲客语吗？听得懂。对，好。我一直在回想说，上礼拜，诗慧老师拢给讲嘛该给改嘛该，或者每个老师干，他这个礼拜都做到了。然后譬如讲你，那个爱进弹进开。还有爱练他跟心情，他有刻意，他会让我知道他刻意要收了，但是他收的不错，他前面的铺陈很好，然后他的能力可以这样子 hold 住，特别是进不进验进来进 C 那边，他每个层次都做得很好，但是有一件事我必须要提醒你。有时候人要有一点点的不完美，唱歌也是，你才会显得完美的珍贵。你懂我意思？就是你每一句都做到技巧的时候，它就是没有技巧。我们听起来会都一样。你回去想这个问题，你每一句都表现得非常完美，但是你可不可以有几句是可以让我看到你情绪的爆裂，或者是一点点的不是那么多技巧？我直接这样讲好了，比较平实的，对，比较平实，比较回到很朴实的自己，好不好？你想一想，你一开始唱歌一定不是这样。那是很多你比赛之后的技巧，好吗？这部分其他我没有意见，因为你真的表现得很好，好不好？加油！谢谢啊，好深奥哦，我已经是真的很棒了，无懈可击了，无懈可击。对，好，无懈可击，来看一下分数。对，可以哈。好，松嘎整个分数。好嘿好哦，奔向下来去。是这样。我觉得很特别的是，你的身上不是只有你一个人。我一直都觉得你身上有有7月哦，半夜都天光。你中国的时间真的好帅，真的，你本来就是长得帅，对，你为什么要搞笑呢？松嘎整个分数。喜欢吗？喜欢。哦，上礼拜跟这礼拜加起来188分呢。哎呀，哇，高哦很高！厉害哦！恭喜你！哇，哎呀，好了，好，那先回座休息。回去休息一下。好，回座休息，安子先哈。好来，沙律。沙律，王子嘎，杭州呀，冲狗。哦，来，弹过啦。好
嘿吼哦，朋友强下来去，吼嘿吼哦，叔叔强下来了，吼嘿吼哦，路上忙过千山，吼嘿吼哦，俺们下自由行到了，因为鼻都给海水无行到了，因为命都给把无行到了。你有看到嘅長山夢，你有睇到北港小暖嘅小生行到了，行到了。你鼻到嘅茶香無行到了，你有食過西米酒無行到了，你有跳舞到天空無，你有睇到三度快樂嘅歌聲行到了。吼嘿吼哦，朋友共下來去。吼嘿吼哦，是就从哪来了？吼嘿吼哦，高山茫我千山。吼嘿吼哦，俺们下自由行到了，你鼻到嘅火用无行到了，你食过嘅草用无行到了，你有睇過山果子無？你有睇到路面太樹下公公行到了。吼嘿吼哦，朋友強下來去，吼嘿吼哦，是就強下來了，吼嘿吼哦，高山茫我千山，吼嘿吼哦，俺們下自由，一條東邊去，山中西遊記，你離路難行，離北天下，人愛人大路。小草，富貴天安排，行到了中國。行呀衝過，衝過嘞，穿過千山，愛衝過那個愛衝，倆就行到呀衝過。哇！哎呀，都别看到人家的表现哈，真的是像看一场跟那很棒的一个很杰出的一个演唱会一样。真的。哎，这首歌嘿，你个那个新竹嘅参加比赛的歌曲嘛，黑一条吗？没那条，这条是阿玉老师在那个新宝岛12年的时候，那个对高第9章，他叫第9章，对高章，它里面的第9首歌还是第8首歌，这个我国中第一次听到客语歌就是这首。哦，对，所以黄连玉老师也是，他上次有讲过是他偶像。哦，我后面有做一些他的布鲁斯的改编啊，因为我知道黄老师很喜欢布鲁斯。哦，这个礼拜还见到你哈。哎，你们团员是有几个人？总共有多少？西藏。哦，西藏。就是西藏，还是4个。对啊，4个。女生长不少人。对啊，西藏，4个人。很棒，他们好像参加那个新竹那个东风音乐季，然后拿到第1名。第1名。哦，好厉害啊！恭喜恭喜！你们的团很厉害，少女卡拉。对。好。OK， 来，哪一位欣赏的公平？4位欣赏。OK， 志佳。我为什么看到你想笑？是因为从第一次看你表演到现在，你从一个完全让我给我感觉就是你这个小子放荡不羁，到现在，其实我一直在思考，你为什么一直要只是这样子表演？我觉得很特别的是，你的身上不是只有你一个人，
我一直都觉得你身上有7月有对， 7月有7月对。我觉得你身上有一个，我觉得你身上有一个乐团。哎呦，哦，对，身上本身表现的方法就是一个乐团的表现。那他是一个人单自一个人在玩音乐，可是他会感觉到旁边有很多一直。我会觉得他旁边有很多，如果要讲鬼乐也可以啦，旁边有很多灵魂在跟着他。哎呦，对，是怎么了？我都想走远了。吓到人了吼，吓到人了吼。OK， 可能会有人会觉得，哎，你到底在做什么？其实我从头看到尾，就是因为你的风格在这里面是完全都没有的。从以前到现在也没有看过。对，没有过，模仿没有一个可以 copy 你，这个是就是我在讲的你的独特。可是我不能否认，这样的音乐性是存在的，这样的表现法是存在的，只是说认同或者是对你的音乐，它必须要有一些独特性了。就是对你的音乐的认同，它必须要有一些独特性，它可能没有那么的大众化。可是我说实在，我老实话，我真的很欣赏你这种表现。就是要欣赏。对对，如果你的周遭就本身你自己就是一个乐团了，我会希望你去感染你的团员，跟着你走，他们才会知道你要什么。现在我发现是他们不知道你要什么，这个比较可惜。可是我又很喜欢你这种表现，你知道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所以你必须要训练团员，跟你他们的技术绝对没有问题，可是你要训练他们，讲训练不对，沟通在对他们培养培养默契，他们才会知道你要表现什么，不然的话没有跟上你哦。好 ，OK， 加油。好，欣赏。他真的很有心，真的。他到现在还在要去考什么？对啊，我要那个客语中高级，今年爱考。对啊，今年会考呀。 10月吧。10月。4月。好，希望你过关哈。加油。好来，看一下大家分数哈。自家的分数。93分啊！没问题嘞，做得了哈，做得了哈，满意嘛，满意了哈，满意了哈，满意了哈。来，谢谢老师，开心吗，老师？对啊，我老师他今天是临时被 Q 来的录音师，全方位的，哎呀，全方位音乐人。对啊，好，来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下一位，好，下面这一位，你願意介紹他嗎？冇問題啊，冇問題啊，你同佢講好呀。連光拳嘅班丫都田工。哦，跳下嚟睇下。就像細年的目界都不是小河，半夜到天光，已沒辦法做起思念的故鄉。記得天空，記得花香，記得頭擺細年到了的笑容。半夜到天光，已沒辦法做起風體的地方。記得天空，記得花香，記得頭擺額頭小暖的笑容。高愛窗，熱公公，熱公公，小菜郎，騎拍馬，個連同，連同下，叫菜花。愛你出來結情家，熱公公小菜郎，
去读马古连通，连通下求彩花，盼啊一拜一拜，半夜到天公。Center， 他好像准备要飞行的感觉。人家某一是蒙太家的。你都不是讲法啦。哎呀，你去体力亚就好了。你冲过的时间真的好帅啊！真的啊，你本来就是长得帅。对啊。你为什么要搞笑呢？对啊。你是要做欧巴吗？啊，有啊。对啊。金不金黑啊？金不黑啊？就这样就好了，就顺顺的、淡淡雅雅的，按你说呀。欧巴讲话都精简，人家问你什么就句点，对吗？对。句点这样。句点。双礼拜给按国分，会影响到下礼拜吗？有信心啦。有信心。因为用半年呢，这条歌的温度半夜到天光，爱从半夜练到天光啊。故说呢，爱很有把握。很有把握，对了。半夜练到天光，接本警察来敲门。对啊。对啊。你是唱完了没？邻居有抗议呢。真的。抗议也报警。有报警。房东讲了。房东。房东就打电话过来，你半夜我冲到天光呢。啊，这样的意思，这样的意思。好了，来，从品性上公平一下。关群，你唱歌真的是进步很多。但是说到今天这首歌，其实比上礼拜，我觉得，我更喜欢上礼拜。好，那其实这首歌，我觉得，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，这里面有一句强强松松，对不对？你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够强松。这首歌，那比如说半夜到天光，然后我唱到你的 key， 哒啦啦哩啦哩啦啦啦啦这一句，你不能以没有办法转起身样给故乡，一直往前冲，然后每一个字都前面一点就抢了一点。其实这一句，我建议你把它唱得很圆滑。半夜到天光，一摸巴啦啦哩啦啦哩哩啦，把它圆滑起来，再给哒哒啷滴啷哒哒，下一句你再等等等等等，那你这一句你变成整个副歌全部都在冲，我觉得这一句很重要。我今天如果觉得这首歌真给我会供你，什么地方需要调整，我觉得就是这个地方。半夜到天光，已没办法做你思念的故乡。那其他的地方整体上你真的比以前进步很多。如果圆滑的部分能够处理得更好，把什么东西应该圆滑，什么东西应该断，什么东西应该切，什么东西应该出来往前，把这个做得更好会更棒。谢谢老师。好，上个礼拜97分，下礼拜看到79分。79分应该是史上最低了，会不会？好了，看一下林冠群的分数。来目前你第一名呢。哎呀，哇，无天无量啊！好了，恭喜你，顺利坐上第一名，进入六强。会不会还有很长的路还不知道？那后线过好不好？好好的表现。不要再练到天光，莫吵赢了。好，练习白天练好了啦。好，加油！好，加油！好的，回场休息。好。哇，根本还是要佑琪姐姐。Yuki 不好意思，真的。还是啦。就是这个运气不好，那个有一点突车啦，没关系，比赛很用啦，下次再来，好吧？好，下次再加油。那恭喜过关的朋友，继续加油，好不好？
哎，也都安尼传统做的六强的吉六天赛，强咧，哦，根本哎有八味呢， 8味诶，所以根本伊。有量都送量啥子哇？哎呀，嘿嘿，人家这个补充哈，我慢慢叫人家很淡定啊。因为有的实力较好的就冇问题。冇问题啊。但是大概先生讲的，好节拍啦，嘛个有冇鼓好了就应该冇乜问题。系啊，冇乜问题啊，好冲就好，不用本去轻松。好了，加个这场比赛，好，介绍评审是谁？好来。李秋霞先生、夏启贵先生、陈秀峰先生、魏新琼先生，讲几下嘅。请那个秋霞先生。好，今日有2位，哈，就会经过你评审先生嘅淘汰，安样扮演了进入了6强，就控一个大家咯，哦，平常心，哦，跟平常时讲嘅台风啊、咬丝、表情、四季8节要注意转运。哈，其实欢喜，哈，你要注意哈，我非常的注重4季8节咬丝那方面，希望你要注意，因为唱山歌变成就会你要唱到本人糖的时，你都该充满个东西嘛，所以希望大家今日能够唱6强，加油！好，加油，加油，先生，加油，大家。哎呀，所以今日有2位国体，嘿，安尼是铁子棋前面的朋友啊，哎呀，人家这个要做讨厌哈，看多带哪2位面国体，哦，做得谈一下啦，吼。好嘞，好 ，TV， 王美琴带来3个字。谈啦。山歌流传啊唱啊，歌已了金啊，歌词就强了韵啊，就变了心啊。时代流变啊，天啊，随便了发啊，唱有就下了岗，好上了音啊。哎，你跟自己哈，嘿嘿嘿嘿，好，请教一下哈，平常时摩托车欣赏强啊迄个啊？有啊，你咪冇啊？哎呀，我是看个资料样讲，也欣赏看到人上天师以后，当俄罗唔讲还袂错啊。唔過他就冇注意了點啊，佢講人係講人咧，他的嗜好冇同樣是出嚟啦。哦，你感情阿冇好啊？唔會啦，冇啦，支持啊，老公當老師的，佢平常時唔啲唔講唔會唱歌嘅你啊？佢啲啦，他爸有去比賽佢啲。啊冇特別注意到頭嘅。我要你加油哦。冇啊，加咩啦？加油。做嘅夾本樣來。去到呀，唱歌以後，可能鄉下你無甲看電視，哎呦，冇想到我不用，哎呦，唱歌嘅唱到按後堂啊你。哎呀，跟個歌星一樣啊又。哦，所以也做等冠軍賽嘅時間，會邀請也先生來啊，有頓加油打氣啊你。一定會來啦。一定會來，哎呀，冠軍賽。好有把握，冠軍賽。係咩？有信心很好啊，對不對？好，好，安尼唱得了唐先生的公平，哎。來，秋霞先生。安尼美琴那首歌曲唱起來，能夠講哦，韻腳非常好，你更唱更輕鬆。不過還有一事，我你建議課業當中你冇去注意，
听一记，果子强韵，唔好强韵，强头强韵，强韵，唔错个果子强韵，雕上去就唔错咧。好，什么形果子就强了韵呐，你强哦，你的强啊，就唔错咧，强头强韵，吼。果子就强了韵呐。所以呢，就是好，就要注意，其他都非常好，加油！好，我们先生，好的，看好书，看一下王怡婷的分数。什么先生？哎呦，分数以后呢？以后嘞，哎呀，恭喜啊！安尼有机会看到这先生哦。恭喜所一个时间。哦，安子些，安子些，恭喜恭喜，好在边当错。好嘞，撒下来。撒下来，突然风带来嘅平白。来，等我啦。人生了百那年哦。加个咁嘅咧，你讲啊，有书好是啦。对嘅，我还蛮试过嘞。系啊，个甜有都，机会，有机会。好，个甜都要感动到流泪呢。流目子。哎呦，今日要升300嘛个？客家花布为伞，穿的漂亮耶。我知道了，应该是她老公希望她 cosplay。云峰记哈，云记哈，哎呀，最近几节还有乜嘅水果啊？人嘅感啊，感嘅哈，不過強椒實在按從款唔上來。哦，最近強椒哈，實在款唔上來按從頭菜。按台灣嘅強椒咧世界有名嘅，有樣。啊，夾嘅咁嘅咧，你講啊，有書好食啦。對嘅，我哋係試過嚟。係啊，個甜有都機會，有機會。好，個甜都會感動到流淚呢。流目子。羅哥 Q 也是都硬跳硬跳。哇，真係是東西哎呀，冇用。這年輕兄嘅事嚟。係啊，好啦，給我機會咯。啊，你應講叫我排泄，個英語都拿來。好啦，啊，你差不多來唐先生嚟講片嚇嚟。請你嘅車記貴先生。好，安尼兔元鳳小姐哈，佢要帶來一個平白。一個平白的歌詞啊，往往
因为你要为了养熬呀个师长，所以有的位师你就冇办法讲原来做到当讲。尤其佢咩哎呀，推完丰收字，佢也属过嘅，多少位文言语啊，哈，比如讲人生百年喜错，也係算白花言，但是呢，孕育含火，哦，也变咧黑凉房，也到位你要熬丝部分落去，熬嚟蒸，要同医院嚟做嚟讲，都黑凉房嘅道就吃到冇盡嘅清醬，哈，再過來還有話你我不必，哈，一個針對錯啊，彼此的兩雜事，因為你針對一個咬事的地方，所以你要有呢有小人做出來，佢雜事就變我平平嘅嘢。所以有時候寫歌詞對人家歌嘅專業人嘅各方面也相當重要。當然，佢比你做音樂嘅條，嚇咬是各方面也咬嚟清漲，嚇有人也做清漲，但是就因為佢嘅一個歌詞嘅問題，唔愛將個是咬漲嚟落去。有呢就冇辦法講做到清醬，係咪歌詞做的寫歌詞嘅時間要注意下哈。好，加油加油加油！好，看下大家分數下來。推完風嘅盤數。做得啦，就是這個，英國冇乜問題。好，英國冇問題。好，先同恭喜啊！好，謝謝，再非常好，按住先。好，3號了，3號了，前面蘇打綠老三哥。好，來彈啊啦。千里姻緣。千声言天来，漆黑天来，天地流。挑佛啊，万物连啊！是那個哈，就是你哈。好，係。你今日喺高雄上班？唔係。桃園上班。哦，桃園上班。哦，咁你有冇講上到桃園？有冇高雄之前嘅氣爆嘅問題？你講以前高雄氣爆，那個發生很大的災害嘛。係。公司說呢，很專業的這個石油化學跟運輸嘅公司啦，係都很專業嘛。哦。古早天時就有來訪問來。比較細節的問題啊。還有名人哦，佢問嘛嘅。就講一些差嘅咧，嘛個構造，樣造就較安全啦，構造性質係。哦，所以你這裡其實運送這些車子要有一些什麼特殊的裝置啊？哦，因為所以佢算佢工作嘅時節，佢帶宿舍嘛。係啊，阿爺夾來，
叫咱咩强用伫体力工作。哦，系啊。系啊，阿妹分散两地就能赚了100。一年赚了100，一个月赚了1礼拜，1礼拜哦。一张月就赚了100。哦，那有没有今后嘞？假很多。哎呀，没有，刚好可以集中在一起放。真的是班了班上班，还是要做事啊。强用的上班就错了。哦，夹个业务4万的做了做艺术错的。哦，啊赚了要皮不看起来了。我呀，还要去爬山呢。哇，平去爬山。礼拜一专门平去爬山。哎呦，对。礼拜做100天啦，要摩托时间啦。今日皮夹我心胸顺的啊。那比较重要，录音跟无相关啦。哎，有一年做在乡下爬山就清好了。哎呀，班级是同伙的，这样我觉得很幸福了。啊，你讲到当天就像我生意给咩伫规模读书嘛，哦，暑假寒假要赚的，赚的时间其实要平来去慢跑啦，或者去健身房运动啊，走去其实好啊，只会去，有的生意但是较细生意嗰种。冇诶，我玩手机，我打电脑。按生意咁无当贴心当好，有今后。好，你创造来唐先生的公平来，强烈书风先生。好，神梦吼，你面书先生吼，你今日讲实在啦，做咧祈祷你啊哈吼，比如说人讲你当强吼，毋过今日迄要当紧张。压力动态，因为人家老山讲吼，讲实在，按倒摆比赛吼，我本当好的评价，不过今比吼，人实力冇表现出来。从了老山讲的时间吼，人上吼，我要讲，人冤吼做了冇奖，安尼，安尼，吼。无感情表伫边度？韩国啊吼，从你听一机的时间吼，你讲吼，给起飞有冇吼？给迄只起飞的时间，你就莫来插到跳高诶。你像那扶起，就强下来高，就腾腾出来，莫必人来跳人吼。韩国人个像那前3年了，但每人就输了某奖。好，个人谈落就乖乖吼。韩国像你天梯给迄一只起飞，你就来分动开吼，谈又就当乖吼。含最尾个各位熟人，每人要熟人莫好，压力强大的，吼莫紧张好冇，平常心，加油哦。哦，谢谢老师。都未全部都来学到，个两面国的对不对？哎，排这是你啊，不用轻松，不用轻松啦。补充一下啦。嘿。修峰先生讲的冇错，乐山国虽然迄属于自由原创的方式，但是大家的当到研究佢创的观念，我就会来创来当创。结果你条件一来创的迄位数人你就起不足了嘛，所以应该前3年的特别是你数人就弱下去了嘛。提起佢强量不练，没强量。所以你创国时间，你讲按自由原创资源非常强壮的创哈，太。细强弱唔注意，让你做歌曲你就创起说按照轻言慢，所以呢呢方面啊，希望你有比赛边就好多要注意点啊，你今日你评审先生讲的人嘅优点缺点，希望你都能够吸收转去，我相信你就会进步，加油！好，安先生，来，考分数。好，下面数个分数。这个分数因为要做的啦哈，做的啦。好啦，先顿恭喜啦哈，按住先，没问题。好嘞，回做消息。好嘞，接下来主兴奋带来3个字。来看看啦。
兴奋剂哈，兴奋剂哈，嘿嘿，两位主持人哈，你好你好，对，兴奋剂哈，佢讲哎要不来参加全部都高数嘛哈，但是大家已经都全部准备好势，准备好好势嘛嘅，唔要讲准备好势要样板啊，准備好勢講吼，後背嘅細枝啊，可能要請對數來沖過用，向他沖過。已經開始啲前面了嘛。哦，係哦，係啊，真是未雨綢繆。係咪係咪？啊，你試下咧？哦，盲潛油咧，盲潛油哦。啊，跟有相關嘅潛慢油冇？係啊，參考一下。係。本來想講怕唔會高啊，唔敢。新鮮啊！先上好來啊，冇多事嘅，臨時一潛冇鹽咧。係啊。人朋友唔咩喺度講嘅。我先請好來。對啊，唔係慢咧，迄開始講真誒哦，有過關。多數喺潛冇鹽，製作單位要同安排。哦，好。結果有名單本。名單自己選你喜歡的。係啊，什麼？叫托。啊，黃年咧直接潛阿鳳啊！你敢唔敢上？冇開言啊！係講啊，到就本書讀過，冇人攞落去下嗰啲地。冇潛小強啊，係啊。小強做的冇。冇做潛狂強啊。那更厲害。那更厲害啊！對，大師級出來的。對啊，來吧，好了，啊，你唱對了，唱對了，當時在講。來。朱新文小姐給你唱了三個字。幾條山歌啊，嗬，山下一涼，點知一河冇乜嘅。我還有兩隻會所咧，本意在建議。好。三甲九行，九嘅時啊，呢天唱。人當係唱九行嘛，九嘛，啊，你唱到唱完開了個九，就是往上揚升去了哈。然後少有八公命上讓係上士，提愛人會本只建議，要上士能夠讓上上嘅命上讓，可能是我比你樣偏偏嘅意思，而家。提上嚟嗰種樣大個嘢，可能是咧對三個結構嚟講為好這樣，互相參考，加油努力哈。好，什麼先生？什麼先生？有他們啦嚇。好，安尼就看一下文字。主興奮嘅分數。連感冒嘅車嗬，連分數要去車啊！係啊，車定係嘢叫死，希望大家全部叫死一份，全部留下來。全部留下來。車定係嘢。係用最好。啊，恭喜啦嚇！先對恭喜哈，再邊然後謝謝。好啦，撒下來。羅秋米帶來嘅掌一排。好啦，等我啦。
行来转有脚，啊go出来门，行行来转有脚。请问记好，嘿嘿嘿。两位主持人好。哎呦，哎呦，今日也算三个嘛个。客家花布为伞。我啲，我意思讲也三个也个歌唱班啊，出去表演的啥？没有，听做的。听做的 ，video 的节目吗？video 的比赛？没有，没啦，没有，觉得想穿的漂亮耶。我知道了，应该是她老公希望她 cosplay， 他希望她穿一套那种比较那种客式的这种，对嘛？看没有用拍摄过？味道客家。味道客家，味道客家。味道客家。哎，你的朋友还没个来比赛，没个麦香米介绍来比赛。嘿，唱歌变到好朋友。哎呦，哦。就是。其实送一贵的嘛。嘿，送一贵。哦，送一贵，你之前就有说是的，是吧？也香港歌唱班。都该冇被比赛有。哦，比赛有读到。有读到，嘿。是战友就抽。战友，这比赛他读了对，哎呦，有时你赢，有时他赢这样。嘿呀。哦，安尼等6强比赛的时间，争冠亚军的时间，抢起来，嘿啊。加强。我两个是同腔。系啊。两个是同厉害。加分呐。对嘛？系啊。系啊。人还加油。系啊，好，哎，都是张油抢起来啊！好，安尼来唐先生公平。秋夏先生。好来，阿峰你来看看球迷了，阿吉娜亮啥看看面型有枪无？中央啦，面太太啊。啊，好，亮啥上面不错。脸大吃四方。你个追胎是希望的面胎。面胎追就胎啊。亮啥就真个有多少枪哈，多少枪哈。球迷的上非常好，沿途今日从来专业排当适合你哈，尤其做了衫裤有客家元素的衫裤啊，你还有分数哦。加分。有加分。先生。嘿哈，你说专业排算有的迄面容的4台条，你说讲了5台条的哈，面容条直接。专业排啦，你排是唔好啊，专业路排是硬硬。专业路排，有只转运，有冇见过好谈？哦，专业排去采茶了，你茶师来讲，当然当然讲，迄啊菜了茶了变成茶条了，茶了。因为你去一条管了一条茶就会创茶室嘛，所以你应该排了去采茶了茶室啊，本太个建议去采茶，然后用茶室来转运做的，唔係講啊，絕對講茶量以前人有咪裝咗茶，你注意冇去看嘅嗰陣啊，你去採茶變成茶嚟嘅，哦，茶料要做啲做運，你啊試下佢熬蒸嚟，佢會俾你就建議啦，嗬。啊，所以今日咧，貴數過嚟，所以我家講嘅後，你兩隻轉腳，你個注意，好，加油！好，謝謝。邱家老師是 R&B 的始祖哎，哦，很會轉。好啦，看一下分數。羅秋米嘅分數。莫將了。衝上過都要還有向欣賞高嘛？摸，這樣有點臭屁哦。摸欣賞高嘛，都有副多呀，你知道嗎？羅秋米嘅分數。哎呦！勢在必得啊！係啊，今日都兩下分數都挺高嘅，係啊，係啊。目前來講，分數算一好嘅哈，誒，先同恭喜啊！安子謝，好，在面當中，好，殺下來。總言帶來平白。等啦。
袁根记，袁根记的上岸好吼，系啊，因为个大白都有些些紧张啊，最后一句冲不冲？无讲咱印地哦，阿弟啊，我感觉佢甲唐都去创过动枪立秋啊，先生，伊个专业的动作，我咯讲我跳哪云呢？我啊，但立秋啊先生诶，感觉佢可能夹偶像哦，是啊，我很欣赏李秋霞老师，是，转音啊，转音系要唱，我想你也去边条分数能够拿高，你做乜会紧张呢？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绝对不会。哦，那可能要下一季了。气死我了！看你俩，看你俩，就我制作单位，让叫转来嘛。你提起句歌词，人家真给错了。我要是能够再唱一遍，我就决定不会。哦，那当然，大家都一样。对啊，这个早知道，有钱难买早知道，对不对？对啊。有啊，咁要会紧张，当紧張啊，我咁緊張啊。上一期嘅時間咪清緊張。我唱到人來，人家節目比是多擺，我禮拜T 3擺啦。T 3擺，T 擺來4擺，T 1擺拿 T 4名，按2擺。叫咩拍用？拍用嘅，變鴨啦，變鴨。跟唔對節目很多擺，有冇緊張？我是緊張大師嘞。哦，還是可能我練都不會的，很奇怪。在偶像面前唱歌會緊張。突然間，差幾個緊張。好嚟，呢狀元顏小姐哈，千大爽。其實佢家一開口唱嘅時間，我感覺佢也是確實比上一些唱行較好。嚇，佢嘅語面做得相當好，佢本身嘅音質也冇乜嘅問題。啊，唱到第3季，我想應該穩穩嘅，啊，應該冇乜嘅問題。忙第4季嘅時間，最後心傳子孫推以啊，佢唱到年諾，無奈求啦，啊，哎呀，這個要變啊！但是佢唔可以講點聽，對啊，佢要唱，但是唱出來嘅時間未彈唔實，就甜蜜三隻字無奈求，我當要彈實，啊，所以啊比賽本來就當現實嘅東西，歌詞。一開始就講歌詞一定要熟嘛，冇跌拍冇唱搏，哦，所以我家喺突然間夾嘅絲卡唔好咬，但是佢親手佢順順地咬過去，如果冇講做親隻，佢親能夠做一片，而講一帆風順嚟過去，快啲嚟也都也都歌詞唔記得，唔講一樣嘅分數高，也就親難講，所以冇相干啦，係要記飛哈，下一擺。扭嘅打對台，歡迎人再來。好，係，執半葉嚟 TV， 執半葉嚟 TV。好啦，一分數你都可以下啦，哈。總元傑嘅分數。好啦，謝謝，謝謝。先恭送哈。謝謝。請上位。哎呀，大聲嘅呢！係啊，唔記得歌詞。我講還唔記得，在線上打前搞胎、反搞胎嘅哈。係啊。所以他個拜託啦哈，歌詞記得帶落下嚟。我不用等啦。好，沙嚟。請一枚帶來羅山歌。嚟彈下啦。其實春情，在人間莫將了。命里呀，表彩仙呐，
有寒山歌。主持人好。你好，你好。冲山歌都也还有唱欣赏高嘛？冇，冇去山歌班呀，对吧？你啊？系啊，我这个看 YouTube 的哦，对，之前有讲过。嘿，对。然后我唱好，其实过程中很多当到贵人，然后来帮忙了，然后搞矮了，技巧啊，还有那个，就像那个。吴景凤他也是啊，我唱好就赖给他听听看，哪里需要改进的地方。改进的地方啊，我唔晓得咧做问题，伊也懂热心，很感谢他。也吴景凤已经做欣赏了。他是热心帮好朋友也欣赏啦，就老弟帮他听而已啦，哎呀。对啊，他教我有啦，有教我了。我们有教你就唱了。义务的都唱了哈。好朋友啦，好朋友啦。对，因为他离我家很近。那按上咯，有冇这唱的欣赏高啊？莫喊。嘿呀，哎呦，要带孙子孙女啊！对呀，不穿钱啊，穿钱啊！哦，俩青葱哟，有客家的精神，向上，真的。这俺们讲吴景凤冇好啦，因为其实参赛啥，佢也有经验，也有比赛，对啊，系啊，佢有经验，佢也会唱啦哦，咪准用因咪因读啊，因唱啊，对吧？但是。中国还那个有专业吧，对吧？所以唱都会欣赏高。那个乡音全部都冇欣赏高啊。冇欣赏。他学的都搞的流行歌啊。这样有点臭屁啊！冇欣赏高嘛，都会辅导呀，你想讲啦。哎呀，也很有实力啦，也很厉害。哎呀，你冇上到就错了。过关就叫我冇过关来旅行的啊。哦，旅行哦。你有咱都知道，迄有过关的吧？你唱个吴景凤来，来人唱下唱下就唱下啦。一堆人啊对唱啊。对，鼓手肯定呀嘛个有嘛吼。哎，你猜对了！哎呦，被我猜到啊！哇，厉害！你看他，好厉害！女合唱就只有那一首啊，那一首。也是了。你们姐好可爱哦。肯定一下。对了，好可，来，唱对来了，唱那个秋风欣赏。好。当等一下吼，你啊唱歌就像是啊吼，迄天分啦吼，毋过唔当用心啦吼。迄讲正经咯，你讲你个山歌吼，人个韵味还唔系讲当啦，就含就差一截嘞吼。唔像你啊各位，像你个标菜咸你大白吼，个梅盐，人个梅盐个上吼出辣的，个糖豆吼，你从你啊你几样糖豆啊吼，就当欧洲个上安尼。吼，做唔得弄义工只有义工吼当草安尼吼，还有吼有限山歌加減唱，唔係加減唱，唔係加減，唔係唱減，加減唱，吼，個人數唔錯嘅吼，還個TCG 嘅媒人咪強壯，有個媒人吼，嘅呢個山歌嘅韻味啊吼，個來個最美嘅時節啦吼，唔知有冇唱到會嚇人。我想人吼，人家上吼幾隻邋遢，你行咧愛有小可吼，愛有啲技巧性，愛有嗰位專業嘅先生吼，讓至少講，你嘅數目一樣數，將我下講，好加油。你欣賞咩古裝嗎？情人冇小子啊，
唱了罗山歌，我补充一下啦。几十春秋吼，那个几十可能是我是某个章。李秋华先生唱讲四季八节，我哋山歌全部4+4、3+4用什么记嘛？你第3季的些是都轮到4/3的个，你也是唱绕汉山歌。我哋用张名词来讲，乜干到绕汉山歌？係我個人嘅看法，認當係此語探記，認當係繞漢山歌加咁唱，當然合乎咧，係有邏輯性啦嚇。大家我哋所以唱山歌嘅人，我哋共同來探討，共同來研習，看係種好唱。我唔敢講我個人嘅意見是為主，唔係大家共同來研究。哦，謝謝。先生，唔知你唱女生上先生共同研究啊嚇。研究一下。來看一下本書哦。陳彥來嘅分數。西莫先生。無師自通咪輔到9歲一分啊！陳先生行得厲害哦。哦，係啊。西莫先生。好，好，按住先啦，按住恭喜啊！再邊度頭？好啦，撒下來呢。唐水公帶來三個字。我嚟睇啦。兩位好，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大家好。係，我請教你啊，比賽比到呀，來一度擺。自家啲麼？唔記得啦，有5擺麼？有啦，有啊。佢講哦，佢來比到呀嚇，係第1擺哦，比到20水準，廿團。第1擺，頭擺就一道關就本人。天冠那邊唔下來咧。天冠那邊唔下來。哦，真的啊，廿擺算第一道關呢，6、7關呢哈。差唔多哈。係啊，所以你之前冇到乜嘅進到乜嘅8強、6強啊呢？是6強。盲式進過6強。盲式。7強、8強盲式。盲式。 8強咩係盲式就盲式啦，盲式。安尼表示佢真係進步當多呢。哦，由於條嘅錢先生教哦。有啦。有係啊。這樣個。有錢先生有茶啦。有湯到喎，陳燕梅。有錢先生教佢從來必然都拜從來盲式你。隨便就到8關那個8強咧。呀，我雙禮拜我唱過以後誒。係啊。真的。雙禮拜有好啊。有，一禮拜
你比来拍完吼。下礼拜唐先生讲话。下礼拜样吧。很弱哈，这个，我唔敢講咧，對。因為我三國是好難。哦，哎，這個冇較難嘅都唔好創啊，就創自家較。做唔得。我倫敦來都差。倫敦來啊。哦，特別有啲利用上先生。哦，佢乜個三國志、落山歌、平板，哇，真係一創小跳都快睇。歹勢啊，你小飛機哦，歹勢，冇睇下相機啊，相機。大家都有自家嘅強項啊，都有自己強項和弱項。真係好，來，唐先生嚟講。潘水鳳先生，頭先你即個大概新人講嘅，三國志係冇人哪少。我感覺認為啊，一冇人哪少三國跳啊，我哋喊嚟加強嚟我從伊頭上啲禮拜嘅新之類啊，用是為當平均嘛嚇。今日從了跳三國志呢？我感覺有3點嘅多少意見咧提供咗參考。第一，可能嘅關數啊，我哋講起吼，可能冇乜個對義啦，所以你過了3個場下來吼，要冇當踏實，冇當落格咁樣吼，咁個冇實貼咁樣個感覺。第二呢，你提起3個場出客家人，你該讀嘅，你從客家人客從到二身上是運動係客家嘛，客家人嘛，你從客家人是你從轉海陸來哈人是。第三，最後一句今日從到蓋魯西面是在蓋到那呢，是稍微的有條上任有條阿去啊。呢3點呢，我提供咧大家來參考啊，來讓你強調安心啦嚇。哦，希望。來看下啲分數。唐先鋒嘅分數。60分，應該冇問題啦。應該冇問題啦，嚇。恭喜你哦！第一擺進入6強。6強。啊，恭喜！啊，恭喜！恭喜！我嚟再邊老數清人。係啊！哦，所以北邊嘅沉水朋友，哎呀，兩邊較大數。係啊，真係。冇辦法，必須就這樣用啊。係啊，因為自可能再繼續嘅加油啦，嚇，因為已經冇陳先生高，已經比到一隻集團上算厲害啦，都不差啦，嗬。係啊，袁健智啊，係啊，係啊。來，沒有袁健姐，下次再來，好不好？喊一杯，反正要到舞台，哦，研究 Win 也都太大台嘛。好，安尼下禮拜就進入嚟6強嘅決定比賽咯，係啊，積分賽開始咯。安尼好唱歌嘅朋友，繼續報名哈。報名專線。0966676660，還有你嘅傳真電話0227478232，打電話來哦。等下大家來報名哈，因為非常多謝所有觀眾朋友收看以外呢，咁啊多謝辛苦評審員長安子謝，謝謝。還有什麼那個陳隊長，加油！恭喜啊！恭喜哈！恭喜大家！小強老師還有你們這個欣賞。謝謝老師們，謝謝，辛苦了哈，做到都屁股痛了哈。還有我們工作同仁們，大家非常的辛苦大家。希望大家記得下禮拜空檔時間的時候呢，撈嘢打你台，撈嘢動下來。